双岸的节目愉快哈。要想一百分重要。我2个都3000。含量数呢？风吹带来催眠黑马干，吴宗宪，狱中仙呐。啊，好有意境哦。有意境又很诗情画意。慢年完呢？讲啊。总有爱优型的一面呢。哦，还快要到出路啊！哦，没有。一了離岸貼 pad 啊，個實施了呀，都同所以目中用無花果。哦，出師天送啊！你要干嘛的？啊，什么药还是谁来？木拉的大厨木拉拉是什么？木拉拉，你的小名哦，我的这个酿造的哦。他这是开启我胃的大门呢。真的真的。因为他胃就展开了。那你过去的一些阴影还在吗？在。我要让他Hello，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大家好。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一家之主，我係民族，我係中白票。今日同歡喜尊重我嘅股票，苗栗演嘅苗栗師。來呼喊一下你的鄉親朋友。鄉親朋友們全部都認識我呢。哎呦，就是我你都是他們的掌上明珠。錯。好，提前呢，先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主持人分享到嘅係李志龍李師傅。大家好，來志六。你好，還有邱永漢邱師傅。大家好，我係玉涵，好可愛哦。你說志龍哥嗎？好，上好了，分享到風吹慘水在我們這邊的是表姐弟組合，分享到米珍記老兩個太多，哎呦，好可愛，好可愛，好可愛。好，撒哈羅又看一下，咱最近嘅分享到係兩公婆吼，劉炳松、啦莫貴然。大家好，好可愛。這個朋友有冇啊？等一下咧。熱情超模，超模。米珍記兩首歌係表姐弟，對不對？對。那你苗栗師啊，哈，有冇敢隱藏的好高好料好色老太講一下？有維新客家文化館，特別客家就是早期的，對，行家對行家用奉茶的啦。但頭擺做喺路牌有邊地度嘛？冇人啊，冇人叫佢實推啦，冇人叫佢做古誒。那梁雄哥啊，有推薦嗎呢？文章是。係幾懂語嘅意思。有100咩？有考試啊，雙岸的節目愉快哈。要想100分重要。我2個都3000。含量數呢？撒哈羅問一下咱住嗬，幾家下講到很多素菜啊，還有買好食嘅東西冇講到嘛？就是隱藏版的美食。有啊，像苗栗咩嗬，個인才夜市嗬。千多千好食嘅東西，係啦，有機會嗬，人也到大家做得去行一轉。兩送過咧，呀苗栗啦，佢有苗栗山公園，以好料嘅地方。你都幾有必哦！我有嘗試去嗰度邊打籃球，可能都很多看西亞冇嘅書。冇樣啦，我冇按料燒啦。哦，冇西亞嚟做正確嘅啦。剛剛我看到貴人姐講嚇，乜西亞妹？嘿，那木段醫生。然後講幾條天涯素做錯嘅啦。它是我們的模範夫妻檔，因為呢，以後出來嘅當友好。談講佢們還有貼片準備嘛東西不一定。確實有樣，做到哦，下連暗晡頭3點，人還都趕工啊，人還來鼓勵講。辛苦了，我係有2道獎金嗬，我會本啦。好，講出來咯，貼片用先啊，不過呢個節目很久就跪停啦，所以冇辦法冇法度啊，真的很可惜。來該用心哦，我變到新冠毒，今天就要帶着這種用心，窮下來做菜，好冇？好，馬上就可以係剔除掉李色彩嘛，該。好，撒下來大家可以來幫大家看一下哦，今日第一套主題嘅食材咯。好，你係乜嘅？烏蠔啦，要真嘅，也個食材呢有學問的。哎呦，而且煮了後呢，也不簡單。熬夜還有咯。對，分享到菜天熬夜啊，陳彥成、陳泰哥。彥成哥，哇，你很上哦。而且你是180的身高。下來應徵主持人的吧？我嚟啦，咁輕用嘅喏，還有乜嘅佢中間還會懂難煮嗎？呀，甜食因為懂嘢，
有的椰了也唔好種誒。啊，問一下吼，苗栗是個主要係檳榔心玉為主係嘛？以檳榔心為主。一般來講的話，哈，烏猴會跌得太，可是客家人怎麼樣？你說？伊唔會大送嘿，對不對唔會大送，唔會流血還可以曬乾，還可以曬乾哦。對，曬乾可以曬乾，洗澡行嘅做嘅蛀蟲。對對對對。洗澡來補皮糖，補俾幾三個皮糖吼，當好食，也係客家人呢。全腔的精神，嘿因為客家精神超冇，嘿，我錯過你嗎？我有拿人整烏吧？烏猴精神啊，超哇！我學東西你有沒有嚇到？有。我們就是這樣子哦。哦，來，這怎麼這麼黑？因為它煮熟了，它就變色。氧化對對對。哎，當好食嘅，烏嘅香味有當油，咬會夠香。東河蟹嘞，風水渠道嘞，好吃。哎，烏醋也可以放，也可以放烏醋。五次沒做哎，對，五次沒做的啦。那我們冷水渠道嘞，當好食，口感又好。帶定兩個呢，有客家人大家當全腔嘅精神嘅烏猴，向下來做鐵觀嘅料理挑戰咯。福卡好明星，大家家庭都有生起自家嘅好明星。用隨地寒天嘅時間地度，用菜地嘅指定食材，做出自家嘅素路菜。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癮呢？準備拿出人嘅好本蛋，一家之主上菜嚟。好啦，第一次料理呢，拿一個烏猴來做出有客家精神嘅料理，風吹帶來出名係乜嘅？烏種鮮，玉中鮮呐！啊，好有意境哦，有意境又有詩情畫意，慢點玩呢？愛，讚讚！哦，讚，來談看一下哈，你用講鋪吼，冷水今日我做嘅料理係乜嘅？烏猴炒三層肉，客家嘅肉就係三層肉。哦，明白。嘿，烏猴三層肉。嘿，介紹完食材了。嘿，等下還有。還有哈，大家有信心嗎？有。會講建設，會緊張的全部不用睇，壓數樣都面前了哈。大家加油，比賽倒數3、2、1，搶開始。好，3、2、1。我有陰影呢。乜嘅？烏猴。啊，因為挑戰這樣我會不會不夠客家？唔會，我要硬吞。你本身是客家代表咧。客家臉嗎？我要看一下，記得處理嘅烏猴。剛才又講啊，處理嘅烏猴嘅細節咯，又動到鳳仙。那今天帶來嘅鳳仙係乜嘅？米椒係我們那個釀造班呢，我們自己這個做啊，這個做衛生要去料理這個出味的，有香哦，有香哦。我們哎呦，哎，我的這個釀造的哦，它這是開啟我胃的大門呢，真的，因為它胃就展開了。那你過去的一些陰影還在嗎？在，沒有，今天不在，我要讓他好，開始了，好，羊肉係乜嘅肉啊？呀大里肌肉，哎，泰國安用會搶盤冇啊？我記做落去我叫，會叫啊？哎，哦，好來，1分鐘。你平常有煮菜嗎？有。真勁哦！你請我煮乜料理啊？一般簡單的啦。都有煮哈。哎，對。啊，即係問一下哈，因為家下開始就講到哈，那個烏猴哈，一般因為用蒜絲啊，也係烏絲來去它的那個植物鹼。我看見今日帶來係檸檬係嗎？哦，檸檬對啊，檸檬沒做得咯，也可以啊，有跟着筍心啊，真的哦。好，你就先做一下，好我們去精油一下嘅時間。好。第二張都做來，都會同你哦哈。哎，我一烏猴啊吼，我喺木卡走順啊吼，4點我就放起來，放起來我一烏猴愛削好嘢吼，我愛浸鹽水，真唔愛轉糊。哦。那你去哪種的呀？嘿，也是的，我去哪種的呀？烏猴哈，金猴是就是加前面那一塊芋頭。哦，真的。對，金猴色。平常時煮有種到來，閒時煮有好食。哎，下擺有整烏飯哦，下擺洗烏河趕到換皮糖哦。客家人啊吼，當到乜嘅都冇啊，冇變色的情況。阿姨咧，我就食唔聽聽啊，乜嘅都唔買。啊，這你嘅鹹豬肉有放嘅中藥材嘛？
我又用一些咧，爱七家秘密配方爱七家加要药材，哦，中药材啦。哎，好哦，来选购里，大家都上来哈。哇，你要切好嘞哈。唔是紧张，你看卤锅嘛，抓腌，哎米酒嘛，呀胡椒粉，胡椒粉，韩语嘞，哎糖匙嘛，冇聽到哦。你用香膏加刀工幾好誒，係啊。下工嘅杯龍骨都會被打開來。有問題冇呢？有認真上課嗎？有啊打分版嘅好上誒。當認真看哦，有啊，當獎啊，仲有愛優秀的一面呢。哦，还快要太辛苦了。哦，沒有。我做咩？ 2塊，我湯嘅嘛。對，豬肉我湯啊。啊，糖果以後該路過嘅香味會焦聽嗎？唔，裡面有太白粉哦，熟悉包底的，嘞。哎，嗯，包底的。也通過意思講，它的肉加個肉哈，等一下吹出來很嫩很嫩，啊嫩嫩的，有係咩好誒？做的。等一下還有炒嘅嗎？哎呀，那對，不要全熟。好，撒下來去做乜嘅？用米漿水去煸嘅啊，誒煸烏河啊。好，一邊做嗬，等下當倒進來啊嗬。好，米湯用好啊嗬。對，哇，夫妻同心，來。一三青肉啊，哦我用個煸過去陣夾落去陣會香，你感覺當好食，樣樣嘅食。好食等下大家都來分享啊！要不用八角嗬。誒，有喎，香分下的喎，呢度喎。因為我呀吼，烏嘅啊吼，嗯較難熟，我先停佢炒過啊吼，炒過撩起來吼，打出來炒烏吼，好起嘅吼，就夾巴落去啊，就較好食啦，較粉啦。用嘅烏河用嘅唔會讓本嘅用作好啲啊。我本身係有泡過鹽水，我等下吼，我好加下咪吼，我會滴一絲嘅米酒落去，哦。米酒落去啊吼。就唔會講我安尼壓嘅感覺啦。嗯。誒，對。啊，今日大女嘅雪菜腸係自家種嘅係嗎？係。誒，自家種嘅。哦。好一好了。哦，好嘞呀。好嘅，關係。關係。啊，你要用這個，要用這個炒嘛，對不對？哈，用哈。不是，等一下我再慢慢呀，等下陣夾落來。誒。哪個？酒。啊，來。等一下擠他肚子哦。哪一個嘢哦？哎呦。好可愛的哈金哦！這裡哇，呀，個米醬係香哦，係等下這個做嘅好，做肉做米湯較用就較好，還有加檸檬係嘛？芒油，要留起來嘛？好，要不用到邊？兩香哥，你啱會切哦，你切就加半台個看一下，要先怎麼切？該皮先切一半哈。對，等我來嘞。兩片，八顆來。咁啊，人講你咩都純糖做太素食。有啦，雙工，我哋雙工家老師教嘅。你當有心誒。好，我說等下必翕下，標落去就好食。大家都夾평下，夾평下調味下。誒，對，按住做。咁差唔多了，我先倒數咯，好，7、6、5、4、3、2、1，時間到。馬上就嚟試試看鐵管地度，哪部開米是較好食咧？比較有客家精神嘅武侯料理，嚟看一下風吹嘅南水嘅都冇窮油，料咩冇窮，我們這個煲係有煲的哦，不用再害怕，好不好？好，來，有看到我們旁邊的小玉兔嗎？兩香哥切的，一刀一刀誒，天天的來切出來，做得食哦。很細膩的男兒心，好，來試試看哦。哦，跟里肌肉都嫩呢哦。哦，都好食咯！哇，有個烏喉棒都擋落誒。我是鏘鏘誒，當然好食係嘛？你這個煮嘅做好吃，有滿意嗎？有信心，有信心。對，我們非常滿意。來，問一下，講一下，公平一下，當好食。係，嘅鹹肉嗬要切。所以來口感一樣，
啊，比方说个，伊要煮哇，哦，煮落也好，米土伊好。那些渠道吼，哎，涮上眼泪了，憨憨的冻排呢，好适合哦。来，闻一下是咱水的哦。哎，你系憨煮肉哦。请不要忘记我们的蜜椒是自己做的，那个心意哈。哦，好，莎莎来学喽。要含猪肉。我学本太加款。你含猪肉有麦吗？冇买，我做了去搞色嘞，好色咯，好色哈。所以要吃趁现在哦。梁雄公知道嘞？好嘅。来，梁雄公最有诚意，佢全部都是锵锵。嘿哦，那渠道今天做改了，这个不但产于五号，还有在下面的五儿，所以吃起来的口感层次很澎湃。很好吃，哎呀，冻好食。好，今朝嘅時間到了，也個武侯料理啊，講真嘅呢，唔係特產人做的實力關，唔過呢米土行係充電。馬上呢，先來請志良師傅搶本分數。咱取一份。好，稍後來看一下用漢字嘅搶本分數。2票哦。你看我們梁雄哥 V 料節目還一早醒海了，那很開心。哦，公平啲嚇。公平出啊。鴉片咧武侯佢對血嘅過程中，佢嘅搖落去冇乜嘅臭度，水咗成落去活嘅。鴉片咧武侯呢，佢要用搖臭個，再去血，佢兩片嘅口感係冇同樣嘅。嗰陣嚟嘅一片搖成作鹽作過嘅，所以來感覺冇同樣。所以來鴉片叫緊搖較好食，真係先。唔好叫啊，拜託。不要哭了。媽，還有一罐呢。用漢字本去鼓勵一下。有啦，有個從吹哈，一個肉啊，抓醃的剛剛好，嘟好。一里肌肉本身它就會比較硬啊，唔過以安尼處理哈，嘟好，軟。啊唔過吼，一米漿啊，一個米絲，其實幾好啦。啊入邊吼，武侯同嘅武嘅吼，其實是最搭的。一個米土吼會夠香，啊加上也含豬肉，要加一份。難怪。唔怕也聽慣聽聽，因為呢講真嘅，武侯料理冇咁簡單。兩步卡其實講平心來講都做到當好，所以講呢幾道味吼，假係是嚟加調節嘅武嘅，它有一些變化。唔過吼，佢兩三全部分幾片，大家看佢就變出馬了。好，因為看那志良師傅用一個武侯再做出馬比你較厲害嘅世界料理咧，不一定會較強哦。馬上來看一下。中埔素滷菜。當久呢冇看到兩個志良師傅表現料理，大家都記得佢係個法拉必博嘅海產大王。啊，唔過呢件本嘢愛處理嘅係散。佢咩要處理係武侯？對。啊，菜名係乜嘅？遇見花開。哇，花係乜沙？就是他還會用水餃皮做一縷玫瑰花。啊，你跳什麼看嘢嗎？他有太會聊天。雪菜。佢咩準備材料有武侯，果烏嘅蝦卵、花枝醬、牛肉、紅豆醬，嗰有水餃皮。嗰日係蒜頭蟲嘅，又係愛調打調醬嘅，啊佢有調醬。啊，你一個人係乜嘅？呀，水打爆嘅水餃嘅。好，來馬上來進行。然後先老一醬打以後一爆水餃。所以你一拖出看起來也算是海陸大餐啊，哈。看得到冇？看得到。黃頭絲先攞啲都要嘅嗬。有留一牛肉醬落。要得嘅。哦，啊比例就蠻正差嗎？2:1。牛肉撈花枝醬。2:1。好，嗰日烏嘅味道啦。先讀過咧。一烏就而家要切過切腰啦。唔是先蒸。我知嘛嘅鹽水啊，嘛嘅。剛剛你就做的。啊，再來人家加嘅武侯咧，係因為時間嘅關係，要先嚟切腰啦，嗰個要用鹽水作過。作過以後再去燙過。湯比軟啦，下咗鹽走啦，放落去，然後就做水餃嘅料嘅。哦，一些鹽咯，一些鹹鹹都會唔是挺鹹。有啲人就個醬哈會有鹹，佢有一些咧。哦，就加鹽嚟，可能加調酒哦。增加嘅香味。好，嗰些米酒，胡椒粉。
香油加的吗？嗯，哎，油就加的吗？加咧。好。有問題冇呢？有認真上課嗎？有啊百分百的好上誒。用認真看咯。有啊。哦，而家做安尼見得到，特別有鹽先，就可以嚟包嘅。佢說你還要做水餃哦。嗯。我係想講乜嘅法規啊？然後做水餃嘅，一條料嘅變成做一堆發出來。哦，那就會變餛飩咯。變形。都玫瑰花樣嘅。餛飩是不是也是這樣？而家先包。啊，爆嘅放水就蠻正常哦。我安尼包到會。哦，3片強哈，哦呦，4片哦。一般咧包到5碟較大啊。啊，先包一粒俾大家看啊。好，教一下睇下用辦落去爆。然後料嘅放到中間哈，一料嘅冇放太多，冇打會建議大家會爆它。嗰個要放一片，飲起來。假如爆起來，假就唔會劈開。當會黏啦嗬。係啊。一面冇超過一面。拄好炒過跟肉最好咧。我壓咗嚟嚟建議啦。哦，太解有看真喎，用太多嘅啦，佢都看唔到。看得到，看得到，看得到。係。咁嚟建議啦。難怪按到化開啦嗬。哇！好漂亮。建議啦，以後大家花瓣打開啦。哇！唱一堆。你有唱到對法可以用嘅。係啊係啊。動漿啊。仲要按 U 型嘅一面呢。哦。太辛苦了。哦，沒有。一天本來係做點心師傅，到現在還沒有吃過你的點心。真的嗎？夠唔夠意？夠唔夠意哈？這裡有花心的嗎？沒人承認哈。對，只有周華現在可以。可能都底度嗎？看唔到。可能都做唔是寫的呀。它應該有反光。沒有。你看到誒？哦，你看到誒？包到真銀動漿誒，包括講係可以用整的，也用泡誒。用齋，用泡嘅它。哇，師傅，你來考應該用走下去哈，這個。你們兩個這樣聯手，花店的生意會少很多哦。真的嗎？哦，情人節不買花了，去個包。對啊。而家嚟看看嚟變落去。等一下，鋪嘅師姐嘅法會見來見去嗎？我也冇，也就按你油溫冇調過，一開始就差不多在130度左右嘅。一片我就炒嘅。炒料誒。一發中嘅有點鹹。就會用烏河嚟做嘅。哦。一烏河還有足夠入水。那就變花心咧。誒，做花心，花心都點開。哦啊，牛慢走咧。一些油啊，嗰係一些薑嘛。一烏河落薑嘛，用油先炒一下哈。一烏河係解下就先經過染水嘅。係要先中央有經過染水哈。一些米酒。咁啦。一些調。加係加水。炒香雞。一些水啲米就是等於先，一些湯。鋪車按到睇家己嘅得冇，你咩已經放空了。佢唔得專一天是看家己多嘅。係啦，記得東營轉看嘅花卡開到眼漿哦。而家喺度調醬料哈。好。啊，咧當做一般嘅水餃嘅醬料，因為烏河愛酸吃，所以人家出咗一份家就有酸吃嘅米線。了解。那醬料就不用先調油哈，香油、糖。就該下師傅講過哦，該挑醬哦，其實從那水餃醬係差唔多啦哈。可能自家就口味。美國一定要這樣呢，不要先酸吃哈。哇，佢鋪起來發汗漿哦。係哦。料好咧。鋪到安尼就勁旺色哈。係，先嚟擺盤。啊，師傅。從你鋪嘅時節，有冇看出來個地位都有熟也冇熟？金黃色，一個皮哈硬硬，就差唔多。哦，那我現在開始擺盤咯。好。哇，看起來是凍香煙。花心啊！這裡有花心的嗎？沒人承認哈。對，只有周華現在可以。哦，幾好變到凍甕啊用。係，就比較輕重點，就搶一隻花，
一个心安的感觉。热心。而且也再次呼应主题嘛，哈。迄虾卵，哦，虾当然有一些海鲜味，因为底边有海鲜酱，安尼搭反而就较高神木油的，较高级啦，都不卡啊呛赢海啊，就要靠看对看，啊，酱咧，不都顺风啦哦，都是哦，是个训练的分呀。啊，其实也本身就有名气，啊，那不一些，啊，今日遇见花开做了，安用最后些喽。遇见法葵哦，第二次料理真饮是不能讲。哎，我觉得啊，你大白都会做出老你不你有一些落差的料理，哎呦，基本音系有反差萌哦，真的。你系电影写的，他也很展现出他的电影咯，咩？地动西洗的一面啦。哎，真的。啊，今日题目係嘛？嘅我講一下。客家話呢，都形容一三年哈，烏河戲，意思係乜嘅呢 ？A 人品謙虛 ，B 中多錢。哈，有一些的難呢。那次我媽媽當中懂將媽哎爸爸講你烏河黑嗎？好像有哎，可是怎麼會這樣？好，先來猜拳。來，我的梁雄哥先來。來，比雙哥來。劍斗沙條布。哦。他不一定叫佢團隊來。哦。咁烏河顯係乜嘅意思？烏河顯就係 B。B 唔到錢哦。B。扣唔到錢係嗎 ？B 哎。確定。講嘛啥？你要不卡係嘛啥烏河顯？我不卡冇烏河顯。OK。太假就按3萬。每下梁雄講，知道你不想要選乜嘅答案？謙虛。哦，你不想就選 A 係嗎？因為佢本應是當欠伊咧。我覺得佢都講佢自家。係啦。都你當欠嘛。好，來。話說多樣。啊，就按你烏河顯。你就按什麼烏河？完了，到底原來烏河顯在這裡。對，一模，來，我們看一下，到底答案係 A 也係 B 咧？答案係 B。哎呦，武則天哦！好，講一下。也基本係形容一三年呢，懂會賺錢，但是呢就係賺唔到錢。他就唱入烏河入樣嘅，冇辦法找水嘅意思啦。哦，冇辦法找水，沖拿它防水的。嗯，啊，因為講一下，就嘛講你媽媽會講，啊，用講你爸爸嘛。哎，應該是講我，這樣聽起來。對。好，我剪開來哦。我一細點嘛。好。剪開了。這樣才會大。太假分享。對。哎，太假分享。剛才本要導邊分享嘛？會啦，太假分享。會啦。哎呀，你給我拿了。那你周6類吧。我們現場有2、4、6、8個人，你才切2朵花，你真係按到壓菜去。誒，雙烤都係輕矮嘅。係啊。你才切6類吧，你為什麼不切大袋一點？啊，問一下，口感是不是適中？梁雄哥，你知道呢？很好吃。美珍姐，你取到嘞？我覺得好，口感脆脆的，那個酸度也是剛好，真的是很棒。問一下邊上個。一料理按貼片啊，個食起來啊，就同所以木桶樣無花光。哦，學起來了。你睇比喻很高級嘅嘛，講到安河。冇啦，佢本身嗬，佢口才也當好。哦。誒，佢唔是研究。真嘅。那換你來講講看。我都唔曉得講。啊，講款啊。我請你講好了。假設你今天講到1盒哈，我剩下來4顆送你，來。冇啦，太假分享。太假分享啦，該。好啦，總共呢，我條前後藍水得到2分，紅水冇得到分數。啊，這裡那個法可以過後，睇起來都達標了。哦，風水就會達標了。哎，對。達標了。馬上來進行最不迷館挑戰。料理逢6點，涼水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3點完成總鋪時實天會做嘅料理。啲之前都唔會觸到乜嘅食材嘅情況底下，涼水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失亂分分麼？一家之主，安利水來上菜嚟。
理风流灯，还有一个做的含的变身的机会嘿，真的，对，真的。见证奇迹。我讲真嘅，因为刚刚头前给到2分，嘿，阳光亮下你出到或者是传你就会养。好，先公布题目。菜名係乜嘅？金沙中卷，金沙中卷。好，我们先派出一个人，剑斗杀条夫。唔係講呢樣嘢吼。好啦，本來先啦，剛才輸2分係咪哈？好。然後先來找，可能都底度嘛？看唔到，看唔到，看得到就唔是寫的呀。它應該有反光。佢看到誒，哦，佢看到誒。來，黃嘅吧？你香港係哪隻？哎呦，1、2、3大顆。1、2、3。收到呢？哎呦，有冇睇啊？這係中空係大嗎？頭，我以為是那個要啦，要處理過咧啊！要處理過了啦。啊，睇唔條。熊，恭喜哦，我做金沙哦。收到，東熊。好，東熊誒，來企到陣來，因為就3隻，可能咁係最誇張的。對。阿哥因為槍色係風色的。就面前的好呢。好，你打開了，1、2、3。哇！就係講啲運氣好，對不對？哪有？過來一條嘛，然後搞不懂的，我們就只有2條。啊，要你想我看一下風色的燈嗎？勉強看一下。 1、2、3。哦呦，幹嘛嘅？這什麼蝙蝠嗎？不是，海胸菇係嘛嘅？這個安胸蝙蝠啊！這個難道都會 people 哎？過。嚇死我好了！啦，值得慶幸吧，紅隊。好的，哎，除到2啊，這就虧下了。好神嘞，車。可以來充電。好，那玩一下好了。不用，謝謝。好了，做得嗎？可以，有信心嗎？有。馬上進行最波民意館的料理風流燈。好，最波民意館料理風流燈呢，這金沙手幹呢，哈，我嚟做鹹蛋黃嘅呀料理呀，哈。我們其實老神在在，因為呢最唔會做呀嘅金沙料理就是我們的男主持。好，第一係唔係接比賽，等下係風槍燈比賽。好，大家有信心嗎？有，加油啦！哈，加油哦！哈，有。比賽倒數3、2、1，搶開始。好，開始咯。唔是講哦，哈。好。你哋有去想過該痔瘡有冇處理嗎？有，我們該有討論好誒。來，你看下好唔好？都會懂你聽我聲音。好。唔關用牙題係冇。其實我係知道，該痔瘡到手感係差唔多哈，因為佢切過之後，先係一圈一圈的。嗯。它不一定都要切一圈一圈的。哦。可以切模。因為冇辦法嘅啦。切挑哦，梁雄哥，用會切挑啊？因為好按用破鍋，較好食。口感我可能較冇用。好，哎，我跟你說，我們要個時間呢，先勾起。好。因為我們已經分批後，那用時候用廚師幫忙我。好。我們先過去，大家都轉了肚後，廚師幫忙我。你們先備料哈。好。哎呦，又是夫妻同心哦。哇！一下吼，我愛切開來咩吼，打碗飯嚟嚟炸。而且為了口感，記得要和老乾外皮吼先去掉比較難咬的部分。先聞一下。我覺得兩組要。這個你要不要去加一點米酒？不是，你要不要做一下鹹蛋黃那部分？應該不用。阿哥，喊軟了，喊那個分開來。等下是要炒嘅軟風嘅部分。好，我們要用的。我覺得我們等一下也要馬上回來用哦。好。我的所有的一切都要預備好。等一下。那個軟殼朋友嗎？都係冇呀。廚師聽送啊！我想哪吒。什麼樣係誰來？穆拉拉大廚。穆拉拉。你的小名哦。這位盲切後，切 Q 用太細哦，然後給 Q 用，從會先切啦，從會先切，這樣做的，切得會重吧，不要緊張，放輕鬆的部分。來，我們的蛋白呢？蛋白在那邊。等下，你有放蛋白進去嗎？沒有。我就說梁雄哥做的極好嘞。等下吼，亂拍，做的切一細塊的加落去，鼓手給比料一下。那個軟殼朋友嗎？都也冇呀，這樣應該可以了哈。好，做對。來，下個拍啊！等下，我要省1秒都要省哦。客家人是懂上的了。來，拿定下。
讲处时天数啊，厨师天数啊，我想骂啥？什么要是谁来？木拉的大厨布拉拉是什么布拉拉，你的小名哦，来布拉拉，请就位。龙哥，乌拉拉，乌拉拉，你看一个大男人被你叫这种，你先想好你说的东西，我都还可以协助你，再开始计时。好了，来美，谢娜好哦来，美，那个筷子的部分，好了，好，好了，计时开始。什么的？哎，马哥，哦，先不让去腥吗不？让人家有那个感觉，你就要直接来了。你不要讲这种话。来，布拉拉加油哦哈！好，先闪。哦，宠快快在这，那边的油要不要热锅了？要，要吗？这边又开始要炒了。臭，你也熟。哎，1。现在有布拉拉，你交给他。我那边帮你热锅了。洗泡需要一点时间，好，時間差唔多會到啦哦。食盒落去做啲線講，你可以做啲線講出來。等一下，要慢慢变破哈，嘿啊破到变安尼熟熟安尼，哎，这个较上的米线就全部会磨，哦，我逼出来，我会逼出逼出来。来，也唔破唔是挑难，真系见渣渣比打熟了，也选到香的个倒去，大家种天天的见倒數乱放我逼落去啊！嘿3、乱放落去， 2、大家就一些负责会一時些間到。哦，布拉拉你冇時間呢？到前头不要搅香啊，以后也再放落去好，就做得。布拉拉請歸位。慢慢炒哈，火較細啲嘅，迄咩油我比較倒的哎，位，你咱厝未有用拍兒咧？油我較倒的位冇，亂放本身就要解下，布拉拉，冷靜。布拉拉總在講咧。地破就做。解下你真係唔打當兵，因為而家炸起來我要。要等下會出火來了。哎呀，啊阿亮，冷靜，唔怕唔怕。好，咱厝未有用拍兒咧寵。快嘅，寵快嘅。來，蜜頭盲山哦。哎，等一下，先讓準備好，先又可以火咧哈。開了。好，就先讓加溫。哦，這個節目要心臟很強哎。有幾分都有。啊，剛才這裡就有油了。唔係啦，嘛，要清乾淨的油。等，哦，不是啦，我撈起來放。好，等一下，好，你看，我們觀眾朋友都看到都唔掉了。好，時間差唔多咧，了解皮好咧吼。好了，好，來，拍兒卡好。那撈完。好嘛？好嘞。阿公，你來，哦，我先罵啥？你先講一下，廚師天數愛。廚師天數愛，好，我先罵啥？什麼樣係誰來啊？好，誰來？誰來？誰來啊？沒有人要承認的哈。來，烏拉拉啦，烏拉，從法拉必破變成烏拉拉。哎呦，回事。冇全部到喎，咩？廚師未到，哎，不用過來啦。幾位做？誒酸甜，三條。仲阿姨真唔記得，啊醬醋你要不要下河嗎？ ，OK，哇，你真沒有壓到，經過線是有河的哈，唔怕，我們保持顆粒感。有啊，30秒過去咧。等下壓哈，壓落去，嘿，嗰個壓落去攪嘅，米絲夾夾嘅就會，哎，你快變金沙王子哎！其實有辣嗎？冇啦，要唔啦？冇聽到得壓喺油嘅。好，我們聽師傅的。解一下還是要這個大家壓落壓全部都當做得強下一道落。阿卵，但是到起嘅就冇攪上叫了，好，唔是條油。好，阿卵泡完嗎？一些些壓，一些些負責粉啊，好的。可以啲米酒冇？哎，米酒聽說哎，好張，哎，落幾張落。係一邊炒米香啦，炒米香係當標嘅。好了，時間到了。你這個很準時呢。啊，那個要炒給它香。好，還有嗎？要講嗎？我剛才一就直在講時間。到哎。係啊，好了，烏拉拉先站好。啊，就躺清楚嘞哈。要。好，好，那炒崩用我要咯。過去哦。好。好嘛？不過拉，該下係沒有就加水啊。沒有加水啊，再加冰啊，喂。沒有加水，好完全沒加水。加油！我被拉遠了。可能有啲下就好咧哈。有一下咯。人家下下已經有入貨關睇，冇會發展會負睇。嗯。太清我講，
俺这葱把切做冰诶，唔过切到诶，意思咧，等下椰都蛋糕好冇？呛死嘞！它讲啊，好冇？安用完弟就差不多收尾了，可以吗？我们再过去一下下，好，来，最后某一个开口诶，哈，吃一下米头咖，胡椒粉，吃一下。哇，姐姐你这样子，该用手管会雪贴嘞。你先试味道，先试味道再加。我发现他们很喜欢先加葱哦。会是香油冇？香油对啊。姐姐，你下次先炒完酱再加那个手管哦，哈。来，你要试试看吗？不用吧。不用了，不用了。胡椒粉，冇哈，那就木太香，含乱呐，木太寒啊，这个还有乱拍哦。加下去就是含吗？好了，倒数了，好，7、 6、5、4、3、2、1，时间到，马上就会吃色看到最杯米馆，那副卡张系列太重谱嘞。那俩做的厉害了，等下呢看唔出嘅主创，因为冇记住米头比嘅米头，唔过呢加个 Q 咁多啲，一定要吃吃看，保证你冇吃够全台100，全世界第100。我跟你说，对于新鲜的事物，我们要保持着极度的好奇，极度的高分。极度高分是我家的，对，好，来吃吃看呐，是。有这么夸张？我觉得我们警察都懂后。我因为冻好是蛀虫，我因过吼，冇试过，原来蛀虫了警察这么配哎。而且 Q 干盘油，另外有一些竹草米头一定要油，那人家就要吃它这种味道，满意。对啊，哦哈，龟盘，不让龟盘的，再个粉酱哈，满意吗？满意啊！好食啦！你刚刚私底下有跟我说，有好多懂豆哎，要出菜有好多，一下老实啦哈。真的。那我们问一下，来，真的，用公婆了计量啥来公平一下。口感以好啦，個有炸到啦，唔可以講軟軟安尼啦。嘿，啊，讓你自己做的比較起來咧。夾口身啦。哦，那我們要吃吃看才知道咯。來吃吃看藍吹耶吼。對。好，落水喽。好喽。哦，啊，很好吃。難吃哦。米的地这样版，好吃哎，它的中卷也是很嫩，很嫩哈，有口感，对，口感也是很嫩，好，它的那个咸蛋那个也是有够味，可以，好，可以过关。梁雄刚吃的嘞，好吃，对，它就2个字，好吃，对，最高的奖品了啊！几个公款，几个做的。我讲肉王卖寡，吃卖吃款啦，呀料理了也唔会依难啦。你的谚语很多呢哈。冇啦，就一系列啦。啊，贵言这嘞。我吃到啊，素你还冇请多家用，冇厨师煮的安好食。哦，冇，厨師攏填熟以後，很好食。哎，就收到一系列厨师的味道。哦，对。真嘅咩懂站的，紧张的时间我都留，等下时间呢马上就先来抢一下历史部抢拜托本书。好，先紧我拜托一下咯，杨汉姐抢本书。哎，我曾經冇想到呢。来，先公平一下历史部呀，一度一天有吗？该，好，这里有没有什么成语？就是我们只有那个含冤呐。要两片口米基本上是 OK 的，冇问题的。啊，我今日评分呢，重点係金沙啊像沙一樣嘅，啊葉片切較油，葉片呢切較粗，可能在葉片較粗嘅話，你講夾到亂拍鹹亂拍嘅時候嘅話，就會較鹹一些咧。啊葉片油到較油嗬，較焦油，所以食起來嗰種嘅鹹土嘅對話，唔係講一下都用會較鹹樣嘅。所以我選擇葉片。啊，有漢姐有想法咧？要個金沙炒起來。
做得啦，不过也轮拍吼太快的，所以失控就会太合。啊，不过吼，也个太长吼，炸了酥酥啊，安尼口感吼够好。嘿，样失败啦，安尼米粉嘛会改好啦，不过太失败。正差多一点点的细腻度啦。哎呦，我们姐姐在国心就会讲，哎呦，太亮太大，哎呦，太大写的动太好。没啦，太巧啦，就好，那老年都要会啦。哦，好啦，我改进。好啦，中国那个还有一个给 Q 就讲金沙炒都有一些粉沙沙。我自己个人就觉得受过那边做十分好吃。好，都懂后啦哈，因为你都有帮忙啊。好，比赛成绩出来了，两组都还得到2分，没有送出礼物。哎呀！恭喜凤水得到1000元的加菜金！恭喜！逆转胜哦，咱前面昨天得到2500Q 的加菜金。耶！恭喜！比轻飘转圈圈。哎，跳到安用一个。对，你真记老太下分享一下了解参加选对老太下讲一下。咁么样啊？庆欢喜啊！我又学到一样菜，原因是按照大家好朋友哦，一成人哈，无来呀哈，真是个绝对不起去噶啊！我一搭档亲好嘞，哈，本意咧无嘛讲法，哈，系嘛？最好的帮手啊！对，我都亲热托对人嚟嘅，我当多人都冇托，我专门托佢。冲夹仔就亲夹仔。来了一个，今天两号狗真的很好，佮切工哦，全部系口技耶。系啊，你叫子哎，哎呦，真是哎呦，莫叫。本沙总多。金沙总多啦，金沙啦，系嘛哈？我看你之前人系讲了，哎呀我隔壁六呀。哎呀，生意我做忙事，我对点姜头呢啊！我爸爸听听啊，我崩口，就听听啊，就对啊，你真是就来了，真嘅哎呀，勇哥，好棒啊！阿勇哥，先老太下讲一下，你要不要参加选队好吗？好多懂的。原因是当到朋友嘛。有。你今天讲到整个艺红哦，都希望你系金钟的评审。我现在给他一个男人的拥抱。哎，这个他可能就会眼泪收回去哦。我真的觉得，哎，刘勇哥，今年吼，你都做得逆转胜，真正系靠你的功夫。阿姐先来讲一下，今年吼，来到呢个节目吼，就嘛感想老大家讲一下。原本日当姿势当感谢大家制作单位，吼，本来也有机会来上一家之主的天台，讲我感谢来的，吼，本来两三报名来一家之主，在此的工作人员，吼，主持人，各位厨师，吼，按姿势原本日有机会本来都要，吼，认识大家，哦，我当欢喜。董哥，谢谢。是谁？哎呦，因讲伊口才么好，哎，广东真个一行哎哦。真天才表扬诶。真正口才好的，等下我忘记讲咧。那今本日来参加一节目，得到一个亲态的殊获，就是同一主持人的阿爸，民国60年乡下从马祖做兵，率枪击碉堡，今本日无意中杀来。同期上渡头，实在感谢呀节目本来吼，有呀实验研究的同志啊，又见面，我感谢呀节目哦吼，本来呀增加安尼个建设，多谢大家。小梦你啊！不过哦，躺了一句还要表送过讲了一句还觉得这个我们的节目真的很令人感动，真的有很多感动的元素。不要太去加继續報名，看睇安排，就提講呢個節目好，真嘅這份嘅站的。哈，呢個節目是按用多元性啦，佢做啲做菜，佢做啲青島翻譯，佢做啲青島當규模看到嘅朋友，所以今天非常歡迎大家強下來報名參加。一家之主等等太去加搶下來，要特別到鬧熱搶下來，要特別歡喜好料理，下禮拜再見咯，拜拜。